大家好，我是特别是新竹通用会吉祥22班基础欣赏安乐轻金曲关于教的是客家的民谣的舞蹈。下来，我到吉祥22班来带来两首歌安乐土花开。师父大家。 今天我要带来的是叫桃花开。我手上这支桃花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道具。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到，我们的眼神、我们的手势都是要随着舞蹈而飘逸啊，所以很重要。我们的手跟眼神，手摆到哪，眼神要跟到哪，这就是我们跳舞很重要的地方。首先，我们要拿这个花，两个手要抱住，然后身体不要太贴身体，最起码要有一个拳头的距离。当我们在行进间的时候，特别注意到我们要脚跟脚尖的轻轻柔柔的走，轻轻柔柔的走画一个圈走。 然后眼神一定要跟到这个花所以花到哪，我们的眼神就要跟到哪。这个绕圈也是移过来，我们的眼神也是要跟着移过来。所以这个花就是我们的灵魂，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都要注意这个细节接下来我们动作我们从进场走了以后，然后绕，把它放到斜后方转圈，拉，眼神都要注意看放过来，移过来。 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手腕跟眼睛，要注意那个花要有飘逸的感觉，慢慢的点8次，然后拉回来，转，写一个 ending 这是一段的动作，然后我们的 pose 要很注意，花。 拉上来，身段这个腰要肚子要提气，腰要把它拉高，这样子我们在舞台上才可以展现到我们的一种美感。所以这个细节，希望我们那个同学要稍微注意接下来，我要把刚才教的，我们要搭配音乐串联来展现一下，然后我就定位。做了一段示范的展现，
现在跟学生来做互动的教学。从沉画过去，眼神要跟着过去，然后再换过来，换另外一边，这是双手。那我们单手的话，一个手背在我们的臀部后面，另外一只手，这是单手，然后回来，再一次单手，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把它背在那个大臀部后面，换另外一只手上去，回来，所以身体要有沉的那种感觉，这样子我们跳舞才会比较柔美，沉下去，上，眼睛要跟着手，蹲下来，上，现在我们要移动的话，是脚跟先出去。然后拉过来，手再上来，然后换手过去，然后蹲下来，然后往上拉，眼睛要看着手，很好，再转回来，现在这个做完了以后，我们可以练过去，然后手靠过来，转，然后拉，过来，然后开，然后蹲，上去，我们再一次左边绕，绕过来。上去，换这边转一次，靠过来，换眼神靠过来，这个手到眼到，这个很重要，我们的手，然后我们来翻一下腕子，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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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拉到身体，这个很重要。我们跳舞，我们的身体、肚子要提气，收起来。每一个人要把身体提气提高。要沉的时候，脚膝盖弯，蹲下去转，身体有一点倾斜。这里这个脚尖很重要，脚尖要朝外，你的膝盖跟膝盖要靠紧。你这样子蹲的话，你可以卡住，你怎么都不会跌倒。如果你的脚没有翻的话，重心就很容易跌倒。所以那个前脚记得要把它往外翻，这样蹲下来，你就可以站得很稳。你要做什么动作都很自在，这个都可以做得很美，所以这个脚很重要，一定要把双脚卡紧，做动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接下来，再来，我们出去，还有这个手一定要保持圆，不是这样伸直的。伸直的这跳舞是很大忌哦。我们舞蹈是走圆的，所以这个手伸出来，你的余光要看得到你的指尖，看得到你的指尖的话，那你的舞蹈姿势才会好看。所以不要一下打开就变这样开开的，跳舞要把手要成圆，要收成圆的，这个很重要哈。还有眼神要跟着指尖，好，来，我们再来练翻腕，1、2、3、4、5、6、7，单手，1、2、3、4、5、6、7、8，换2、3、4、5、6，双手
1、2、3、4、5、6、7、8。2、2、3、4、5、6，转圈。1、2、3、4、5、6、7、8，转。2、3、4、5、6、7、8 ，OK 吗？这样子暖身就差不多了哈。嗨，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开始，我们手中指跟那个拇指捏着，这个叫叠姿啊。我们要先翻腕，这样从这边要记得这个手腕要提起来，然后压下去，提起来，压下去，提起来，压下去，提起来，压下去。这个手腕，这个叫翻腕啊，手要提起来，放下去啊，这个，然后转啊，也是一样，要提起来，转过来，再提起来，转。然后我们现在如果要手，千万不要有一只手，尤其是我们女生跳舞啊，这个一只手有一点点骂人的意思，所以我们的指都是很温柔、很优雅的，所以手指要很注意哈，不可以用一只手指，那是会变有骂人的哈。所以现在要从这边带过来，你要带到哪里，眼神就要跟到哪里啊。好，回来。现在手背在这边，我们从单手开始，手画出去，眼睛看，然后回来，换另外一只手上，回来，单手右手上，回来，换左手上。哦，回来，然后我们现在双手绕一圈，这个双手绕，反方向，双手绕，回来，哦，但现在回来以后，这个手背在这个单手的话，记得手就一定要背在。以前人跳舞啊，都会手叉腰。这样子啊，我们整个曲线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叉腰都是插在我们的臀部上面，啊，不要像那茶壶一样，女生跳舞啊这样子有点点像茶壶哈，我们放在这边。现在我们加上转，转的话，手脚跟先出去，啊，然后脚过来，转。记得前面的脚一定要往外翻，然后你这样你才可以站得稳。好，现在另外一个方向，右脚，好下去，转，记得右脚要怎样？右脚脚尖要怎样？外翻。对，要往外翻。然后现在我们加上手，出去，然后过来。拉，有没有脚有没有扣紧？有。哎，脚扣紧，人才可以站得很稳哦。好，换边，拉出去，转，拉，上，眼睛看哪里？手。哎，看指尖，这样子跳舞才有丰富的表情，这样跳舞才有那个美感。好，这个要特别注意。好，现在我们要练习那个走路啊哈，这个脚跟脚尖，脚跟脚尖，啊，脚跟脚尖，脚跟脚尖，好，向后转，啊，脚跟脚尖，脚跟脚尖，啊，这样子走路在舞台那边呢。才不会向后转，才不会有声音。如果你要这个声音啊，在舞台上是一个禁忌，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慢慢的脚跟脚尖，脚跟脚尖，这个声音都不会出来。好，来，我们来跑一个圆试试看哈。
预备，对，走，声音，速度快，加快，速度加快，哎，速度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加快，加快加快，小步，脚越小越好，脚越小越好，啊，那个，对，哒哒哒哒哒哒。几乎是脚跟脚尖几乎是靠在一起走哦，几乎来速度加快，速度加快，好停，摆一个 pose， 自己发挥，自己发挥，摆一个 pose， 哎，好棒哦，哦，来开始，我们现在有道具了，道具呢就要很注意，道具千万不要在跳舞的时候都要遮到我们的脸，啊，现在拿花的话，身体这样侧身的话，我们这样子，如果是这样正面的话，然后转，脚不动，身体转过来，你看这个是扭腰，有没有看到？啊，然后花在我们的身体后面，就不会遮到我们的脸。如果你没有扭腰的话，你的脸就被你的花遮住了，那跳舞人家就看不到你，而且那个美感就没有了。所以这拿花很重要。还有2个手要抱住底端，底端要把它包住，离你的身体1个拳头，不要贴着，贴着跳舞不好看。离你的身体要1个拳头的距离，这个是拿花的注意的时候。然后我们在摆动的时候，因为这个花柔软，所以你的那个速度不用快，要把它有飘逸的感觉，啊，要有飘逸的感觉。这是来，现在我们来练一个动作，从这个手拿右边，然后拉过来，慢慢拉过来，从你的最上端。一直点到斜下方，然后手是慢慢的，1、2，眼睛要看花哦，5、6、7、8。那如果你现在你的脚如果有跟着在飘逸的话，这个花就会很飘逸。来，我看一次哈，来从右左边，好，预备，起。1、2、3、4、5、6、7，往回拉，慢慢拉回去。再来一次，1、2、3、4，手腕放松。6，花尽量要给它飘逸，很好啊。然后拿这个花也有转的时候，所以有脚。在转的时候蹲下去，花一定是在旁边，啊，转。好，现在站好。我们现在如果要往右转的话，花在右边；往左转的话，花在左边。好，然后现在我们把花拿到左边。要左转的话，请问现在要出哪一只脚？左脚。右脚，左转，哎，左转右脚，来把右脚靠过来，膝盖要弯，眼睛看着镜头，然后转到已经没办法转了，头才转回来，再看镜头，这样子你就不会晕，看懂吗？好，再一次哦，来，从这边右转，把花拿到左边。左右脚，然后看镜头，转到已经不行了，头才转过来，再回头又要看镜头，这个转很重要。好，再来换左边哦，左边这个花放左边，右边左脚，要右转的话，花放右边，然后左脚。眼睛看哪里？镜头。好，一直看，一直看，看到没有办法看，转回来，还是看镜头。这个是旋转最漂亮的，好，这个要特别注意哈。再旋转，然后拿这个花，一定要拿
大家都要整齐，斜的就是斜的，有没有？斜的就是斜的，然后横的就是横的，横的就是横的，然后蹲下去，这也是斜的，斜的，弓箭步有一点点弓箭步，这个角度每一个地方的角度，然后再转身过来拉上去，一样是弓箭步，有没有？把你的右肩斜下，右肩斜下，右肩哈，然后头转过来，这样子你的脸是不是就露出来了？你的脸有没有？我看看，对，右肩要有一点点下来，然后弓箭步，哎，弓箭步出去，这样子的摆 pose， 因为这个每一个人的角度如果都一样的话，那 pose 再跳起舞来就会很整齐。这一支舞它不快，但是你的角度要把它摆得漂亮。好，谢谢，放下来。现在我们要有变化队形哈，有前后。当我们要向前的时候，记得要像打羽毛球一样捞起来，拿到最高蹲，然后再往后退，再摆一个 pose， 美美的 pose。然后现在是没有限定 pose， 自己摆，好不好？来，我们来试试看哈。来，预备，去，前后，往前，蹲，往后。自己摆一个美美的 pose， 啊，哎，很漂亮哈、哦。来，再来一次，预备，去，捞羽毛球，蹲，往后退，摆一个 pose， 哇，好漂亮哈、哦。然后现在我们要互绕哦，你们4个，你们2个，来，手拿举高。刚才已经有那个跑圆场手跑圆场的动作，所以在跑的时候注意脚跟脚尖速度要快。好，预备，走。花心那个花要到圆心，对。手贴在我们的手肘那边，贴在手肘那边。好，我喊1、2、3是要摆 pose 哦，1、2、3、4，摆一个 pose 出来。可以变化啊，可以变化啊，自己可以变化啊。再绕一次哦，预备，走，1、2、3、4、5、6，走快一点，快一点，速度快。2、2、3、4，后面4拍要摆 pose 了，1、2、3、4。刚才我们练了基本动作，然后我们有一些跑场的串联，现在我们来搭配音乐试试看，请下音乐。愛
好，这首《桃花开》我们已经教完了，所以我们现在来配音乐验收成果。1、2、3、4、6、7、8、客家的文化，我们传承客家舞曲来发扬我们客家的文化舞蹈。大家说好不好？好。赞不赞？赞。新梦一。